黄忠者，便是同罪。刚推到门外，夏玉举刀，忽然一将挥刀杀入，砍死刀手，救起黄忠，大叫曰：“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，今杀汉升，是杀长沙百姓也。韩玄残暴不仁，轻贤慢士，当众共击之。愿随我者便来。”众视其人，面如重枣，目若朗星，乃益阳人魏延也。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，来投韩玄。玄怪其傲慢少礼，不肯重用，故屈审于死。当日救了黄忠，叫百姓同杀韩玄，惨毙一呼，相从者数百余人。黄忠拦当不住，魏延直杀上城头，一刀砍韩玄为两段，提头上马，引百姓出城，投拜云长。云长大喜，遂入城安抚已毕，请黄忠相见。忠托病不出，云长即使人去请玄德、孔明。却说玄德自云长来取长沙，与孔明随后催促人马接应。正行间，轻骑倒卷，一鸦自北南飞，连叫三声而去。玄德曰：“此应何祸福？”孔明就在马上袖战一刻曰：“长沙郡以的右主的大将。”5时后定见分晓。少卿见一小校飞报前来，说关将军以的长沙郡将将黄忠、魏延段等主公到彼。玄德大喜，遂入长沙。云长接入厅上，据言黄忠之事。玄德乃亲往黄忠家相请中方出将，求葬韩玄尸首于长沙之东。后人有诗赞黄忠曰：“将军气概与天参，白发犹然困汉难。至死甘心无愿望，迎将低手上怀残。宝刀灿雪张神勇，铁骑临风意战酣。千古高明应不泯，常随孤月照相谈。”玄德待黄忠甚厚。云长引魏延来见，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。玄德惊问孔明曰：“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，军师何故欲杀之？”孔明曰：“食其禄而杀其主，是不忠也；居其土而陷其地，是不义也。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，久后必反，故先斩之，以绝祸根。”玄德曰：“若杀此人，恐将者人人自危，望军师恕之。”孔明指魏延曰：“吾今饶汝性命，如可尽忠报主，勿生一心；若生一心，我好歹取汝首级。”魏延诺诺，连身而退。黄忠见刘表执刘盘，现在忧献前车。玄德取回，校长长沙郡。四郡